1、2，走。就是这瓶。喂。小马哥，怎么是你啊？吓死我了！哎，东西拿好了吗？向北在车上等我们。他也来了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走。哦，好。一朵，东西别落了。你来了啊。你不是被人轰走了吗？怎么自己又偷偷跑回来？我来拿这瓶酒啊，它是纪念我和葡萄哥哥相识的日子。本来还准备再见面的时候把它打开的，所以我就回来拿一下了。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谈的怎么样了。唉，总不能看他们俩一直这样别扭下去吧？这么好的月亮，就委屈你了。跟我待在这儿，给他们创造个机会。没关系，只要他们可以和好，怎么样都行。葡萄哥哥已经死了，你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知道什么我该做，什么我不该做。你以为你做这些，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会了了，我就会放过你了？那你也要搞清楚，你是真的恨我，还是你在逼自己恨我？是报仇快乐一些，还是握着一双温暖的手快乐一些？你曾经让我学着去爱，我也努力的去学，结果当我爱上你的时候，你又狠狠的把它摔在了地上。到了现在，你又怕我会对付你，又担心自己对付不了杰西卡，又甩不开岑杰西，所以就回来找我了。我是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好，伤害了你。可是你不要光听人家说什么，你要用心去感受别人到底想干什么，而不是光听别人去说的。反正我答应了梁妈，不管你开心不开心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随便你对我是什么态度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那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你会想尽办法离开我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一直留在我身边吧。你答应我了？我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是要提醒我自己，不要迷失方向，恨的方向。跟小马说一声，我先走了。不知道他们两个谈的怎么样啊？应该气氛很融洽吧？是吗？可是我好急哦。你急什么呀？我好想尿尿。喂。哦，知道了。怎么样？一念，他说向北走了。走了。哦。喂。
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还在你身边吗？你是否都已经长大成人了？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怕无法陪你一起走下去。请你原谅妈妈。妈妈希望你这一生都要快乐，能忘记那些悲伤和痛苦。虽然你的耳朵失聪了，命运让你小小的年纪感受到了痛苦、悲伤和绝望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你会遇到真正关心的亲人，珍贵无比的友情，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当你感觉到疲惫、绝望、痛苦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东西。我和你爸爸真的已经分开了。当我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希望他快乐。虽然那种快乐会让我内心有些酸楚，但我发现我已经不再爱那个男人。我对这个曾经背叛了我们爱情誓言的男人，竟然没有丝毫的怨恨。离开的时候，我是解脱的。我想到和宝宝即将开始新的生活，再没有任何牵绊，我的内心是平和的。我学会了成全，学会了坚强。我的宝宝，希望你若干年后能了解妈妈的心情。我要你记住，永远不要抱怨生活。或许伤害你的人根本是无心的，因为有了这些伤害，使你学会了自我保护，从此变得坚强。感谢那些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离你而去的人，一切的伤害都只是你走向新生活的彼岸。不要报仇，不要悲伤。当你可以掌控到幸福，你要让别人感受到幸福。宝宝，妈妈知道你可以做到的。我一直以为你妈非常痛恨沈梦德，小梅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小梅，其实那天外公已经听到你的病情了。可你还年轻啊，听外公的话，赶紧治病。啊！现在的医学很发达，他们会有办法的。外公，我自己这边我心里有数，您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因为接下来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可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你治病更重要啊？完美集团现在生死攸关，这场仗我就算拼个死也要去面对。我不能看着姓岑的就这样毁了完美。你说你要跟那个姓岑的去斗，可你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啊，你怎么跟他去斗？杰西卡确实已经从童志行的手上买下了10%的股份，但是意念已经决定了。
会把他15%的股份转给我。什么？童一念？是的。其实真正想拯救完美的是一念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去帮他。韦先生，你的耳朵现在情况非常不好，建议你赶快住院治疗。医生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没事，实话告诉我吧。你的病发现得很及时，只要坚持手术，应该是有希望的。那做手术就可以根除了吗？目前的成功概率是50%，但是因为你的发病部位是在大脑的中枢神经，手术的风险是很大的，也许会造成中枢神经的部分组织损伤，你也许会失去记忆，也许再也醒不过来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也要建议你尽快的手术治疗，这样会更好。我知道了。喂，怎么那么久啊？你耳朵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小毛病，拿了点药。脸色怎么那么差？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不用。有件事儿吧，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。你跟童一念彼此都放不下对方，为什么不给大家一个机会呢？我现在没有心思说这个，文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的吧。决定帮童一念了？我们之前不是注册了一家公司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想那家公司收购完美的股票。收购？我们哪来那么多资金啊？现在？所以我要想办法弄点钱来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哎，我想到一个人，沈蒙德也许可以帮我忙。想别的办法吧。喂，陆向北，是我。岑夫人，这么有默契，我刚好想要找你，跟你单独见个面。我也是这么想。虽然竞选董事长的战争一触即发，但好歹我们交战双方还是挺绅士的，见个面总是有必要的。再说，我有话想当面和你谈。放松点。妈咪，我真是搞不懂你。完美集团马上就要选董事长，你这个时候约陆向北的吧？妈咪不是一直都在教你吗？做大事情一定要沉得住气。你呀，就是太过心急了。我是为一念的事情愁，也不知道一念怎么搞，竟然把股权交给陆向北。他们来了。岑夫人很有雅兴啊，很快就要投票了，还有心情来打球啊？怎么样？来一局试试啊！我今天的对手应该是岑夫人。陆向北，你很有自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一次看到岑夫人的时候，就特别有自信。你的自信是童一念给的。本来你已经出局了，没想到童一念把他的股份给了你。但是你别太开心，赢的那个人肯定是我。
那看来你已经拿到通知小那5%的股份了。没错，虽然我很恨你们陆家的人，但是很快我就是完美集团的董事长，对你这种人才，我还是可以退让一步。这样吧，我们合作，也许可以双赢。怎么合作？我当董事长，你当副董事长，但条件是你要支持完美集团和我们的公司合并重组，到时候我们的公司就会超过华彩，吞并华彩也是早晚的事情。看来岑夫人是想成为国内家电市场上的霸主。没想到最了解我的是你陆相伟。先别说以前你跟我们陆家有什么过节，就算没有，我也不会跟你合作。你不帮我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先提醒你，马上就要投票了，我已经跟所有的股东打了招呼，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就等着失败。好好打你的球吧。出现，什么人啊？你没事吧，童小姐？没事。放开他！向伟，你别这样行不行？他脚扭伤了。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，别指望别人会帮你，别指望别人会同情你。你已经不是完美集团董事长女儿了，你爸是个罪犯，你这辈子就是罪犯的女儿。我爸爸犯了罪，可是他也付出代价了。等你爸接受审判之后，那帮记者会天天缠着你。如果你想维护你爸的尊严，请你不要再跌倒。我跌倒了，不代表我没有爬起来。是吗？但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走路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的胆小鬼。向伟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别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，你更要挺胸抬头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跟他们说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你敢吗？一念，你语气会不会太重啊？他没事。这封是你的辞职信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接受你的辞职。从今天起，你给我乖乖的留在公司当我的秘书。我爸爸的事全公司都知道了，我留下来会很不方便的。我让你留下来你就留下来，别那么多废话。你不是很讨厌我吗？你别以为你把你的股份转让给我，我就会感激你。我知道，股份本来就属于你们陆家的。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公司里面的处境啊？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到底会不会保护自己？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妈妈的话？你放心，我会做好管家工作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你24小时留在我身边。白天你是我的秘书，晚上你搬到我的公寓去，当我的管家。我们都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，住在一起会很不方便的。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让你搬过来，是为了方便让你照顾我外公。哦。没事了，出去吧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
除了工作上面的事情，我不需要你关心我，不许跟我讲话，懂了吗？哦。出去吧。他怎么还留在公司啊？是啊，不要脸！哎，你看看他，又在这里。他老爸都去坐牢了，他还在这里赖着不走，真是死不要脸！这种人，闭嘴！我爸是我爸，我是我，我叫童一念。以后有什么事情，请当面说清楚，不要在背后说我坏话。跟我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你真的是太让我大吃一惊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很抱歉，婚礼取消了。我真的是搞不懂，为什么？我听说了，现在你的家被拍卖抵债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把房子赎回来。还有，你干嘛要做陆向北的小秘书？我有办法让你管理公司的。你和童家人应该在公司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的。杰西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，这些我自己真的可以，不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现在真的搞不懂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得到你的心啊？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陆向北？论家境，论学识，最重要的，他是一个聋子，他是一个好了，残疾人。你别这么说他。是，他什么都比不上你，可是他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你呢？没有曾太太的帮忙，你能保证你一定就比他强吗？你为了去背叛所有的人，你这么做值得吗？杰西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后悔没有听陆向北的解释，错过了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候。要不然，现在我都已经成为陆太太了。我错过了陆向北，也让梁妈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想，这是我人生当中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。你说陆向北要向你求婚，那求婚戒指呢？为了求婚戒指，我对你真的是真心的。回到我身边，嫁给我。你对我很好，可是感情是不可以勉强的。我跟陆向北在一起，经历了太多太多，我忘记不了，我也割舍不了。所以，除了他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。但是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啊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
说陆向北要向你求婚，那求婚戒指呢？童叔叔，你叫我什么？童叔叔。你看到我现在这样，心里一定很高兴吧？你叫我来就是跟我说这些。陆向北，你挖空心思报复，就是为了当年陆家的那场大火吧？可是你错了，那场火不是我放的。我知道。我现在跟你说什么，你和你外公都不会相信，但这是事实。总有一天，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。明知道我们不会相信你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？因为这些年，我总是做噩梦，我会梦到你们陆家的工厂，梦到师傅，梦到那天晚上的那场大火。这些过去的事情，想忘也忘不掉啊。外公一直跟我说，仓库被烧那晚，他在仓库见到了你。是，他是看到我了。本来那天我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可是我的心里总觉得亏欠师傅的，就想到仓库去看他一眼。看这一眼没关系，放火的罪名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反正干了那么多的坏事，再多一个罪名也没什么了不起。陆向北，你现在回去可以告诉你的外公，你说他的仇人童之行已经得到了报应。我现在心寒的是，我女儿童一念竟然出卖了我。一念他没有出卖你，他只是希望爸爸可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任。他希望你可以早点改过，早点出来重新开始。其实整个事情最无辜的就是一念，他为了你，将要承担一辈子的骂名。我知道，我这个人自私、贪婪，可是为了童家，为了完美集团，我耗尽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。别的不说，一念的妈妈离开我10几年了，我至今有在问，有几个男人做得到？我这是为了什么？就是怕童一念受委屈，我一天一天的熬啊，夜里醒来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我这些苦，谁都知道，我这么为他付出，他就这样报答我，我心里凉啊。付出是一种担当，但是你却把它当成是一种交易。我今天落到这个下场，我活该呀！我连自己的女儿都要骗，真是不可救药。实话告诉你，那天我是用一杯假的毒酒骗了依依离开你的。童叔叔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振作起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让我振作起来？这可不像你陆向北说的话。其实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，
当我看到你被关起来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但唯独现在的我，唯独这样的一个反应，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。当我真正坐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居然一点点都恨不起来。我今天约你来，就想告诉你，这么多年，我对陆家总是有一种歉疚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怀疑那天晚上的大火，确实有人故意放的，但凶手不是我，而是另有其人。哎，来来来，岑少，我们姐妹几个都是你的姨娘。杰西，敬你一个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来。哎，那不是杰西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好像真的是哎！我的天哪，左拥右抱那么多美女，他走运了。来，继续喝来。哦，杰西啊，你真是色胆包天啊你！谁啊？我是谁？你还装不认识？哎呦，老大，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喂，你怎么当着那么多人面打我头啊？有本事再打一次试试啊！你敢不敢？你怎么打人啊？怎么样？你要想打我啊？你给我闭嘴啊！神经病啊你！陈杰西，你别的本事没学会，你学会喝花酒了你！我什么时候喝花酒了？你是他的朋友是吗？啊？姐，误会。哎，你们是他的朋友，为什么要把他惯成这个样子？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赔得起啊？赔得起吗？姐姐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对不起啊。这，我们走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们走。来，买单，我买单。走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是不是朋友？哎，你小朋友们是不是兄弟啊？你快点给我走好了。全都是因为你啊，这个鸡脑袋，每次回我。你自己嗨成这个样子，他没神经病啊！在公司到处找你，你在干嘛？除草吗？我估你不是干这些的。对不起。跟我来。
坐吧。这些档案今天晚上必须看完。哦，我知道，不看完不许回家睡觉。另外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一间客房了，明天收拾一下东西就马上搬过去吧。真的要搬过去啊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挺不合适的吧？再说我现在跟一朵住的挺习惯的。不愿意是吧？我知道你不搬过去是因为你现在跟一朵有房可租。那行，我明天给那个房东大姐打个电话，让她把那个房子租给别人，把你们俩赶走。哎，你别这样啊！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不想连累一朵。那你到底搬还是不搬？搬过去还不行吗？还好我上次来过，要不我就把你扔大街上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！哎呦喂！啊，到了！哎呀，行，你干嘛？没想到我会撞得这么用力。我的鼻子有没有歪啊？哎，你让我明天怎么见人呐？没关系啦，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嘛。要不你就跟他说，你开车不小心撞上树了。你以为我是你啊？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么笨呢？哎呀，我怎么那么衰呀？今天被一念甩了也就算了，找朋友姐妹还被你给搅黄了。你是不是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扇了我一巴掌啊？而且还不是一巴掌！你找死啊你！特殊情况就特殊处理嘛，更何况酒钱我都没让你出，让你朋友出了。客气客气，有我一朵在，怎么会让你吃亏是吧？哎呀，可是我还是很衰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被女孩甩那么惨啊！是你觉得我一点自信都没有？你别这么想，虽然条件这么好，有多少女生会梦寐以求想嫁给你啊？一念她不喜欢你，那当然是她的损失喽。是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别想太多了啊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。哎，可是我鼻子还很疼啊。还疼啊？对啊，你这么放心就走了？那我带你去看医生。不用啊，你就是我的医生啊。我是你的医生？
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？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的完美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。你的安慰是最后